后来继续来看蔡英文总统早起来宣布，再一次来邀请到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代表参加亚太经济合作会议，而且交付2项的任务。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第3摆代表总统蔡英文担任 APEC 领袖的代表，加上伫淡水变政府时期伊嘛做过，算起来这是伊第4摆来做代表。总统太太。89岁张忠谋上台制造真轻松的气氛。今年 APEC 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伫马来西亚，受疫情的影响，用线顶的方式举行。疫情、经济、数位科技是这摆 APEC 的主题。张忠谋讲，这摆台湾有实力，会使做出贡献，也能够为台湾迎来支持。总统予伊2个任务：第一，再一次宣示台湾愿意在全球防疫上做出更多的贡献。第二，我希望我们的代表团可以达成加强台湾跟各国的连结，巩固台湾在全球供应链的关键地位。这摆 APEC 企业咨询委员会代表包括宏基、台湾大哥大、广达电脑企业代表、行政院政委东phong嘛接受主办国马来西亚的企业界邀请，参加10月19号的企业领袖对话。在全球防疫和科技产业，台湾拢爱徛伫重要的位置。